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我是钟怡群阿群妹。好，当然都要这时间啦，阿群妹我嘅故乡苗栗公馆就有一种特产爱出来同大家见面哦。韩国啊，我知道亚红特产有一些的神秘，怎么跟我按你讲？因为啊，去年有段时间，我就同我朋友讲，做得来苗栗食凤爪了。唔过我朋友啊，就讲。嘛，该凤爪唔系就系平常时那个红红黑黑那个红枣干吗？其他的竟然不知道红枣有红枣鲜果同凤爪嘅干系冇共样嘅哦。故说啊，今日阿群妹就要来同大家来小见雅布卡雅家乡嘅特产，就系苗栗公馆嘅凤爪。细细格格来分享，你今日节目地度有请到嘅来宾分享，邱太哥分享。大家好，我係苗栗公館玉順紅棗園的負責人邱俊明先生，嘿，大家好。歡迎邱大哥來到節目當中吼。其實鳳爪啊，大家其實唔係真的還蠻常吃到，一家吃到。唔過啊，這個紅棗的鮮果還是很神秘的。對。因為全台灣像苗栗有亞紅果子，對不對？只有苗栗有出產。嗰時候再同大家來講一下亞鳳爪啲苗栗公館的歷史冇。其實今日歷史吼，可以分到有差不多有2集故事來講。第一集吼，佢苗栗公館那個鳳爪的個由來吼，可以追溯到講西元1875年嘅時候。以前嗰個朝代家下吼，因為個光緒皇帝，佢以前係清朝嘅時節，佢因為身體較弱，較冇年紀啊呢，嗰時候嗰時候慈禧太后。啊，就有談到呀，強方嘅個太醫吼，個醫生就提建議講，去尋安尼鳳爪地度品種清好嘅，來做一個中藥材吼，攞去補身體。對。啊，嗰時候就慈禧太后就下令吼，所有一個安尼去啲全國吼，整個中國大陸嗰邊去尋品種清好嘅個安尼鳳爪，係來作為來安尼中藥材吼，來本個。光緒皇帝來補身體，啊，嗰時候青島加下啲啲嘅廣東縣嘅潮安縣，係啲嗰邊青島也全國品種清好嘅安尼鳳爪，啊，都連同安尼帶6條樹嘅苗，啊，連同當地安尼來種鳳爪嘅個做面，連同啊帶到安尼北京城去，哦，帶去嗰邊種，就像講種出來，哦，嗰鳳爪就可以幫嗰光緒皇帝來補身體安尼，但是也途中呢，因為迄北上迄邊強迫帶到安尼個京城去啊，有啲唔甘呢，其中主要13年就帶到一2條嗰個鳳爪苗，啊，所上嚟落到台灣，因為佢有一隻故鄉嘅個安尼個好朋友，哈，就當初之前就先搬來苗栗公館那邊，啊，結果佢就坐船嚟來台灣來參加一隻故鄉嘅朋友，啊，來到家下就來一2條鳳爪樹，佢就想啊，既然就來到也咩冇可能，哦，再個轉移嘅，佢就落嘅2條鳳爪一樣，就留到公館，公家給他朋友種，一2條鳳爪一樣，就係苗栗公館嘅始祖，哦，到一下來已經有140年咧，暗藏咧，暗藏暗叫誒，又係天澤嘅故事，又係天澤嘅故事。啊，像聽呢則故事，人再來講，其實以前也鳳爪啲種到苗栗咧公館十二場，因為所謂十二場，其實一個佢有一個安尼用石頭結起來一個安尼守護村莊嘅安尼石壁安尼，因為嗰時候同嘅安尼原住民。吼，鄰地而居安尼，吼，不時之外有安尼嚴格啦，吼，安尼侵犯安尼問題。嗰時候其實就想講，창커一隻安尼圍牆，吼，實在冇辦法抵禦講安尼原住民嘅來安尼嘅入侵安尼嘅。結果佢就想，鳳爪樹方動呢咧，係，佢就來一條鳳爪，吼，嗰時候一2條嘅鳳爪，吼，一鳳爪嘅始祖已經延伸到。迄擺做當道嘅，啊，做來也是安尼產出來苗種到嘅12場嘅長老擺，哦，來做一個抵禦，因為個當個全部都有嫩，哦，啊，可以防範講
安尼原住民吼，天然安尼入侵甲哈，因为佮落去全部我触到我挂到安尼，也做迄另外一则故事，做起封锁下唔免拿来说咧，吼，迄来用来安尼防御安尼原住民的安尼入侵的安尼嘅，都迄摆也纠纷也得吼严格较前面做较细的迄个。就开始广泛来安尼封锁没有，嘿，就晒到天空来种安尼。真嘅，讲到好，爱去庙里公馆，爱去识凤座啊，爱去看凤座，爱去摘凤座啊，亲有名就会上比琼要当素材，从无古手啊，这已经不是浪得虚名，这已经系凭着东好的、清好的品种，就晒到安尼庙里公馆来做。不过你看那全台湾按多素菜，东都作物比较讲，像是你看草莓好了，太府中。到以后，东岛蔬菜咪会晒过起来，种一些咧，可能晒了无一度，唔过咸做得来吃中看呐。唔过像凤爪呀种东西啊，伊像用的糖就像庙里公馆有种听听呢。系啊，庙里公馆有乜嘅原因？本凤爪做得上到暗后，喺其他蔬菜冇嘅一种反应。其实伊也讲起来，主要讲人哋体质嘅问题。哦，人家就我哋一下嘅田，以前全部係海洋海。哦，河川地啊，因为个经过一摆太水灾过后，落也着个河坝呀、河道的个泥也着塞掉，全部冲刷起来。啊，冲刷起来，迄个也着北乡就讲，安尼冲刷起来，我就来盖田，吼，盖到一球一球的安尼吼，开始形成伊个有田安尼个。给安尼反根吼，过下迄摆做老师也逢做书就种落个，因为也逢做书佢唔是按多水，吼，用多水佢反而对佢生长较唔好，因为尤其是我哋也河坝冲刷起来嘅吼，cái田带下几乎做遐尼塌沙条。哦，这个沙条全部都係鹅卵石嘅種太沙條。我哋奶做差唔多安尼30公分盆天嘅，按千天嘅，迄個挖過來哦，佢大下全部安尼塞龍塞碰安尼，嗰所以也可以對佢嘅排水性有動態，較利水，有動態嘅幫助。嗰個走來應該就係講，人家就有個雪山山脈吼，尤其是都要安尼熱天一個時節。其雪山山脈安尼採下來嘅涼風，沿登嘅喺涼海安尼，採到公廟啲公館一片來吼，不但可以對安尼安尼調化風阻嘅結構噶下吼，啲花期噶下，調化嘅作用幫助嗰個對安尼出邊從海來講，只有動態嘅幫助，也個涼風採好來，可以孕育我哋嘅風阻嘅嘅幼果期噶下吼，不可以比上個較好安尼。真然哦，風採下來同偏蟲害沒有關係。係，因為佢安尼採下來嘅吼，佢蟲嘅佢較唔會來侵害到安尼去咬嘅安尼個，係，對啊，嗰含有一定嘅上，哦，因為係人家就睇下做啲廟啲泰安有隻溫泉，對係。cái泰安溫泉上面叫做東都溫泉飯店也得吼，也係安尼流出來嘅溫泉，佢流下來咩喺啲嘅後龍溪嗰片排出來，啊排出來吼，做我哋公館福記嗰片，就有個川龍菌，一隻菌咩喺我哋在地嘅當特別嘅一隻文化。當初一條安多嘅農田吼，幾100公頃嘅農田完全冇水可以灌溉，所以做一隻川龍菌過後，流水引落來公館，真有安多真有辦法去灌溉安多嘅農田。啊，也加嘅安尼溫泉，因為溫泉就含安尼碳酸，碳酸啊，吼，一條安尼石灰質一條，做好做本來吼，有安尼滋養土地安尼嘅，對啊，所以啊，相可能做迄3種原因吼，造就講，做乜嘅全台灣只有廟裡公館有安尼豐作。哇，有太多分析的非常透彻，有冇？看公館啊，做乜嘅有豐作，好像真的東南去請到那個一家蔬菜，做得來推公館呢，錯冇？對不對？它有這麼多這麼棒的環境因素。唔過啊，講到呀種呀果樹，當然講有果樹係東南照顧嘅，唔過家下有太個醫生講，好像其實不太用灌溉，冇需要按到水，利水嘅反應就好誒。豐作也種做樹啊，佢係種嘅以後就做得更長，當然就會結籽嘛。對，當然就會大籽。從佢種落去吼，當然攞佢照顧好，佢當然就會
大锅子安尼个，唔是再重新种过。哦，佮现在同他讲一下，悄悄也哈，因你菜蔬过后，爱做嘛个维护果蔬的也着通走。像一般啊，着在菜蔬过后吼。就像其實安尼出貨就像安尼新婚人懷孕強子過後啊哺胎，或是結局我嘛個，因為植物其實沒共樣，因為佢大很多嘅果實出來，啊留嘅樹體嘅營養啊，就當到這本嘅果實較稀嘅安尼嘅，嗰時候我哋咪我做一個類似安尼產後哺胎，吼，我本佢就離肥，吼，先不用離肥，吼，安尼基本嘅皮料先比補身體安尼，補樹體安尼。啊，過後差不多都安尼年下來加下吼，過年前嘅時候，我哋做比如安尼有機皮，吼，哎呀有機皮嘅量就愛較多，吼，可能我比如都安尼差不多啊，計下100包安尼左右安尼嘅，因為也係比如攞迄個安尼機皮，迄基啲。比如講明年土3年加下，我來發，我來順，我開發加下，嗰時候其實攝嚟到嘅營養。哦，我留到按久以後，將用嘅營養。像你那個，我冬眠期一上過後，我停等就叫嚟到體內方嘅養分營養。對，哦，所以這安尼嘅吼，我就會做一個，就安尼將幫他做一個產後哺胎安尼動作安尼嘅，啊都開發，吼來結果，吼，然後果實嘅白熟期、成熟期，到這階段就有安尼，我無共用嘅營養安尼本佢去供給個樹體嘅安尼能量，來本日的果實去胎，吼，啊有甜分安尼嘅。原來係安尼，阿權妹藝雖然係廣告人吼，唔過藝下唔止照顧鳳座有按複雜嘅步驟哦。唔過啊，其實鳳座還有更多嘅秘密愛同大家來分享。故所以下先休息一下，等下再過來同大家講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我係綜藝群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苗栗公館嘅鳳座。講到也鳳座吼，阿權妹我啊，特別經過也苗栗公館收尾場嘅時節，全部就會看到棟多嘅鳳座葉。唔過我看到幾條鳳座樹啊，我知道當奇怪，然後就來問一下後太講，我看到幾條樹嘅啊，棟多就會了解。老家嘅樹帕安尼拗下來，行個老記用熟嘅老記塌起來，怎麼個安尼啊？像迄老記就是雕塑一樣，是味道會好看嘿。其實我就做安尼吼，落去鳳座樹安尼吼，去拍，因為夾機拍迄硬幣流上去叫做硬上硬過，先過可以上到安尼1-2層樓按過。嗰時候安尼，哎呀，我摘鳳座家下就倒唔好摘，剔果嘅，就啊變到講我貼台安尼拍上去摘呢，安尼較唔好做勢。啊，以後我哋會做法我講，當到樹嘅水果類全部都愛發，我哋咩落鳳座樹吼，跟你機拍，提上到一天嘅高度家下我哋都提拗下來，調到天內方，吼。安尼摘家下，就夾當好摘，差唔多像我哋會做嘢呢個鳳座樹，做差唔多1-3年過安尼嘅，啊我哋就全部調好來，啊嗰安尼調好來，佢係要咧動態用做係，係安尼颱風天家下，颱風天氣家下，安尼調等，佢風搖家下吼，較唔好去傷到安尼樹嘅安尼嘅，對，有咧保護嘅安尼。保護鳳座樹嘅安尼嘅，唔可以俾風搖到安尼往頭。按嚴重，因為像一般樹安尼，樹爬上去，風安尼吹，佢就會安尼搖。佢是風面較高，佢加上拗下來，佢就固定定嘅，佢就唔會搖嘅，錯冇？安尼就唔會順勢按台。對啊，樹嘅咩較唔可以傷到安尼嘅。原來係安尼。唔過家下條太講一開始有講幾隻句吼，講鳳座當個有當到呢。我說幾條呢？你一般啲嘅種鳳座樹嘅時節，跟呢係喺菜啊，跟人哋會用嘅去摘果子啊。呀，比如我哋會講你方式，可能做較辛苦對唔？我哋比如講啲年下嘅，我哋手拍剪拍家下，哦，佢剪拍剪脫起，我哋個新拍當個有嫩咧，我哋全部我一支嘅去啲剪脫，呢度講下擺我哋我摘鳳座吼，今年我哋我摘鳳座我較好摘呢，但是唔像你新嘅拍新嘅嫩筍出來，佢搭了嘅安尼鳳座嘅下擺，只我空得安尼短較短安尼較軟安尼嘅嫩咧，當接我哋安尼去摘家下，一摘嘅去。
比速度加下，跟那个上目的安尼顺风插灯的，一见中的迄球的汽油嘛，粘的迄油粘下到沉安尼，我说当多安尼，像我就抢个来炸个，包括我就去甲当家做饭安尼那的吼，这速度很唔共安尼，哎呀，特别做去甲安尼调出来，如果说也没迄个辛苦的地方，都辛苦呢，要做唔得用机器咋吼？对啊，也无办法用机器，因为机安尼缩个唔要一下像几条的水的做全部缩，佢要安尼逆塞吼，佢要看佢缝的长度，吼，佢说我一定要当这样就做印刷看一下咧个速度多耐，啊可以找到两个长度安尼，甜度多耐，对，甜度多耐安尼，对。啊，给中风做都辛苦，无办法用机器，全部按人工，嘿啊，全部人工，对，嘿，韩国像凤做啊，夹个皮啊，其实泡泡嘅听听，凤的时间啦，当甜当好食，不过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按甜按好食的果子，青阳春问题就会重诶，没会来食，调诶没会来食，咁样是按用改善，因为糖果人就还係用无土嘅方式，係无标无撒农药嘅方式来种嘅。像我就做一下像你有机食材可以用嘅吼，尤其是我就當我去食鳳做嘅做安尼，客家話用到納角嘅，納角嘅，係全部要磨，即係嘅成方要磨嘅，哦，我半件磨安尼崩到吼，嘅磨唔數擺到那嘅碰到起到那，我會動搖，非常嘅用吼，安尼。我細時候食飯嘅安尼納角嘅長度，跟真係幾驚緊嘅，跟磨吼，燙到那就跟碰到起到那安尼。嗰種我就雖然有用安尼嘅有機資材用安尼蘇力菌，但是佢畢竟係安尼有機資材，唔講真正我對個蟲嘅安尼產生那個效果有冇？冇辦法講非常嘅大。你講比如講，我喺種蔬菜咧，我寫到玻璃菜項，因為佢壓不到，佢可能濕咧。因為夾個機制就是講要其實多嘅，我幫夾地度嘅個長度木頭安尼嘅。但是你像我哋鳳做嘅安尼，特別做安尼幼果時間來食，鳳做也刻一些咧，個果子同刻一些咧，刻到怎樣嘅量，佢怎會個長度怎會木頭怎會小頭安尼嘅。我說防治還是冇辦法講當完全，我說我哋特別做安尼只有身頭，5、6點咪做放起來嘅吼，做下起順嘅鹽嘅吼。一摕來看，迄個看到本個啲鳳做吼，本個蟲嘅咬，我就是會前上次佢咩當夠乖，看到安尼也被帶下，看到還會偽裝攝用嘅，同個書拍、機拍安尼共用嘅安尼食，嗰時候當年就前前動啊，就主題作特安尼。真嘅係無好菇。對，真係當無菇，尤其是你要做無毒安尼吼，這個區塊因為冇用農藥，你只可以用。純粹人力安尼去捉蟲嘅，真嘅。像我屋企嘅爸爸媽媽喺菜園啊，附近呢其實有幾條嘅鳳座樹，可能頭半年種嘅，佢就種到幾片，不過完全冇人去管佢。一陣時節開始會打鳳座了，不過你冇乜間人愛去摘。我母阿爸講，怎麼嘅鳳座都冇人去摘，阿爸講一啲多蟲嘅冇人想去摘嘅，太麻煩嘅。故說其實種鳳座愛發動到心血，動到努力去維護。尤其係冇瀉藥嘅，要就去一條路係辛苦行，但是我知道也係對消費者一個健康、食嘅東西嘅安全來上學，我知道較艱苦嘅沒有來安尼做法去維持下去安尼嘅。尤其像鳳座呀種東西，當然係用來食來補身體嘅，錯冇？故所在個請問邱太講吼，鳳座係用來補身體，佢嘅好處係啲哪一片？唔像呢生果吼，一般人較少食到生果。對，有沒有你緊張說嚟多聽聽啦？甚至於我顯示，我就買到我顯示去家，當到年攞到哦，你又喺檳榔係冇？看起來就像檳榔樣嘅，我就做一個唔係啦，又喺鳳座吼，哎呀鳳座乾曬早之前呢，係生果就係安尼，看起來有些強風安尼嘅。強風，依稀的強，對，其實啲生果加下吼，夾維生素 C。係青果嘅哦，佢有隻營養師啊，醫學報道出來講，佢個低度嘅維生素 C，陽光日本嘅富士蘋果嘅7批，係所有水果低度嘅冠軍，維生素 C 嘅含量。嗰時候啲生果加下，尤其是細蚊年食吼，維生素 C 它家己係美白，養顏美容美白，嗰時候。
美白吼，就是来个生下就迄个三果的凤座，跟维生素 C 清过安尼。维生素 C。吼，随着安尼我哋迄晒凤座广告，因为维生素 C 三果加下，其实属于有一点凉补安尼嘅。哦，迄晒走落遐凤座有无共用哦？其我种到像温补，但是较热，但是唔免安尼冻捏咧，嘅安尼燥热嘅安尼嘅。啊，特别我哋做落，比如讲，传统嘅嘅。像人哋阿爸阿妹阿公阿婆呀，对啊，以前做一個用鳳座乾來燉雞湯，吼，煲排骨呀，對，吼，來一本呀，對，安尼我看你呀，對，食補食都較有黏氣的喂，因為鳳座佢本身就有養氣補血安尼功效，吼，故所講安尼對身體較弱、較虛弱安尼嘅吼，煮地位安尼嘅。安尼鳳座糖啊，鳳座就像光緒皇帝一樣，有沒有？補身體迄種好，對啊。唔過啊，像鳳座啊，一下當當然愛是 MIT 嘅，就係愛台灣自家生產嘅，因為產地滯銷嘛，安尼是台灣的較好，減少我們食物的里程。故所啊，沒想愛來請問一下邱太哥，樣誒第四重皇帝，我會買嘅時間愛較好來分辨，也係台灣的，也係其實太多沒有動到啊。假使講消費者想要請台灣的鳳座乾，樣誒來討。其實我就多一下吼，真係希望。人家台灣嘅吼，我人家台灣嘅故鄉，而其實也鳳座吼，佢喺啲全台灣講講係唯一嘅產區。嗰時候我哋種出來，其實以後要用人哋無毒嘅農法來種人哋鳳座，大家可以當安心嘅事。因為其實人哋睇到過來啊，其實有地位吼，可能較冇安全安尼嘅，但是人家就種出來，以後品質可以俾消費者當安心嘅去使用安尼。啊，人家哋同泰國迄鳳座嘅差別吼，比如講泰國嘅大部分菜市場嘅重要點全部都有，看起來就圓圓較泰烈，蓬蓬安尼，啊，地度食起來全部當甜安尼，啊，但是人家就冇啲菜體安尼鳳座乾，因為我哋本身就較細粒，冇像泰國嘅做嘅安泰粒，嗰時候洗起來佢個皮我較焦，吼，地度嘅水分我較熟嘅安尼，哦，嗰個食起來佢個帶一啲安尼天然的果酸。哦，有些微酸安尼吼，但是一個果酸係對身體係當好嘅一種安尼維生素安尼嘅，嘿，對。我說靜態分配嘅方式就講，每啲廣告安尼佢皮較焦，哦，佢較無按像叫做按太粒安尼，吼，食起來帶一絲絲的微微的果酸甜安尼嘅，嘿，對，要做安尼分辨嘅方式。好，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我本嘅無下禮拜啊去市場去買鳳座乾，愛買台灣的鳳座乾的話，記得咯，愛請呀，皮啊有些的焦焦嘅，韓國唔是按太粒的啦，可能就會，它有可能係安尼沒有啲公幹產的鳳座乾咯。故所啊，而且休息下，還有動到鳳座的產品，愛同大家來分享。好，歡迎大家進到富喜來，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啊，同大家來紹介係苗栗公幹嘅鳳座，韓國啊，今日嘅來賓啊，邱太哥，其實搞唔搞嘅鳳座啲去年哦，係大頭名嘅鳳座哦，錯冇？都按新很遠安尼吼，多安尼個的評鑑比賽啊吼，有安尼得到安尼鳳座王吼特等獎嘅安尼頭銜安尼嘅。頭等嘅哦，鳳座王就錯誒。嗰時鳳座王有做其他鳳座嘅產品，咁有冇來同大家分享錯冇？像我做項有兩杯茶，先講一杯好誒，一杯係鳳座柑橘嘅養生茶，柑橘，有個加黃芪，哦，三種夾強下，東部嘅感覺，也係對人體吼提升人體免疫力吼免疫系統嘅，對安尼感冒啦吼，安尼較氣我較虛弱也地位吼，血色較無按嘅欠血咧安尼吼，其實也安尼加起來吼，真係對身體當好，吼，本來也免疫系統強啊，迄人身體就雜。真嘅，我識到有一些咧。
一些些的酸酸，一些些的甜甜的米西，其实说起了完全没有在喝那种养生茶，唔好你有中药米啊，唔好完全没有。哦，韩国那个以后，这个是也係紅棗杭菊，杭菊，因為我特別去尋入杭菊來搭配我哋即個種嘅無毒的紅棗，我前面一隻杭菊係啲苗栗銅鑼幾乎嘅片嘅吼，咩我尋到吼，其實咩係冇用農藥嘅，啊同我哋紅。安尼個鳳爪搭配起來，我哋鳳爪本身做陽氣補血，對，加一杭菊清肝明目安尼吼，故說也兩隻合併下對身體真係咩當好，係我特別請安尼杭菊來做一個搭配茶養生安尼嘅。哦，故說呀，個方式人就係用嘅來買，係偏好嘅呀偏方。我哋我比如講我鳳爪吼，安尼板件來講嘅吼，啊杭菊我哋會偏一罐，啊像安尼。嘅紅棗果子嗰個黃芪嘅吼，我哋之後我哋有規劃講，我做到安尼茶包，吼，即只本安尼我哋會寧客買去，吼，即只大口來就可以，比方攞去保溫杯安尼沖少少就可以。用沖嘅就做得唔是煮，係唔是再個按法時間去煮過安尼，對，也係我哋安尼今年吼未來嘅。哦，到明年我哋有一段時間，我裝出嚟嘅產品。新產品就錯嘅，韓國那我以後係藥根係乜嘅啊？藥根係洗每年清好嘅補品。哦，也係我哋做安尼紅棗露，吼，因為安尼嘅洗每年食嚟，吼，尤其是安尼。比如說洗每年啊，吼有月經那些來過後啊，有些會那個月經的時候我痛，我安尼唔爽快安尼吼。第一安尼來之前吼，食到安尼鳳爪露，吼，嗰個來過後持續安尼食到安尼鳳爪露，對佢補血吼，嗰個我當到安尼客戶咪講，比如講像安尼來家下，佢唔會按痛，唔會按唔爽快安尼，對啊，我哋位消費者講，呀真係。尤其是喺洗每年吼，就知道講，要食嚟對身體真係很不差。真嘅，故說其實啊，鳳爪一項東西對人嘅身體真係當好，又當到健康嘅蔬菜，韓國又做得補身體。唔單像安尼啊，都要到時節，苗栗嘅公館開始來做得來雜嘅時節啦，就會去公館來行聊聊啊。猶太講有冇喺個人咩做得帶大家有一個參觀體驗咩，有就發風錯冇？對，像我哋一下開始吼，就會講。開放給安尼遊客吼，我哋部分區塊開放給遊客來做安尼農事體驗、採果體驗安尼嘅，因為像遐當到安尼都市嘅阿爸阿妹，吼啊細年嘅較少有接觸到安尼農村嘅安尼採果體驗，我哋就以一個方向去思考講，本個阿爸阿妹帶得去家細年來採果迄個我哋會做安尼，比如講做相關嘅安尼 DIY 體驗，吼係本阿爸阿妹帶得細年嘅，吼來做我哋紅棗奶酪。紅棗可以做奶酪。對，我哋攞鳳爪，吼煮到鳳爪漿，然後可以鋪做清代層。啊，另外做奶酪，安尼加落去安尼嘅，來做一啲紅棗奶酪嘅體驗，嗰個係有紅棗醋嘅體驗安尼嘅。哇，都豐富嘅一個感覺。假使講想要來報名參加，可以同乜人來聯絡？啊，可以到我哋 FB 吼，咩有我哋嗰個玉順紅棗園嘅個粉絲團，吼，咩可以。所以就聯絡打電話聯絡我哋，安尼來做安尼體驗，安尼。就做哋來問來預約，對唔對？係，韓國藝談講哦，猶太國佢係特別去學教小朋友，對啊，像是這個食農教育的部分，對不對？因為我知道其實一下做農，吼，其實像以前其實已經冇共用嘅，我們希望說。我哋人家教我哋話，我哋傳承到嘅吼，啊，咩希望講本一條小學生吼，一條高中生安尼嘅，本期一條去接觸、去了解、體驗安尼農村嘅安尼種田嘅生活、種農嘅種水果安尼生活，吼，安尼傳承一條去邊條體驗，吼，佢哋就會較有安尼對農村嘅安尼珍惜吼，對東西水果一條去珍惜安尼概念安尼嘅。對，真嘅，但像安尼啊，其實佢頭先都同猶太國打最久嘅時間，沒提到講，其實你本單嘅投入係護理師，所以大家講的護士啦，現在要正名稱護理師。護理師佢係依個動作，你要俾投入同做農，那我以後非完全冇去用兩位嘅動作，你要俾兩項投入。
怎么解唔会想到讲爱对护理师转到也做农的也好？其实当初我转来要甲照也走phòng做的行业，咩想讲最主要原因係我爸爸的關係，因為佢腰骨唔好，吼，我安尼扎到神經安尼當到粗重的生意就冇辦法做的，吼啊，各位加上同阿父娘安尼結婚啊，我哋2-3年做總唔得啲強嘅單位安尼強下家安尼吼。故所我哋爸爸就講啊，將手唔轉來同佢聽書，哦，望下3年啊咩唔對，佢從嘅東西又辦唔得咧安尼嘅，迄要靠你當久啊，就想講，其實咩當迷茫，因為根本從細唔識做過農業，哦，腳頭也唔識徛過安尼嘅，所以想講，安尼做起我咁有辦法做，然後將我哋人家就冷氣房，啲醫院全部冷氣房，誒就採冷氣採關嘅，我想講。我安尼去冬天3年啊，咁拄袂掉，係，然後再來係呢個，未來那個農業可以行動了嘅，即個伊冇辦法，所以那時候咪係心裡面動猶豫安尼，唔知到底該轉來也唔該轉來嚟嘅。但是迄擺我知道，本來親太鼓勵嘅迄個太太佢講，爸爸身體按辛苦啊吼，安尼嘅啊，總我轉去同佢聽書，冇慢點我提聽書安尼，迄擺即個想想誒，啊，下定決心講哦，轉來同阿爸爸聽書安尼嘅，啊，其實過程之中也是很猶豫，很難去取捨，對，很掙扎，因為農事我一直唔識做過安尼嘅，係啊。古時候你完全冇做過農事，一開始來做農事，聽說遇到當多問題，對不對？遇到當多困難，聽講爸爸嘅想法同你種東西嘅想法沒冇乜嘅共用。因為像安尼。我們開始轉來迄個3年過去吧，差唔多2-3年過去，我希望講安樣個來啲東西變到較安全較嘅，因為將我哋持續我哋要去農會上課，我去改良廠上課，哦，啊有新嘅東西叫我哋要教，哦，啊安樣就有學到嘅發現就會思考講安樣個種出安全嘅東西，因為像其實我哋啲醫院上班。當你做看到安尼병人的安尼個，比如講安尼生老病死安尼個吼，當接就看到安尼當你肌膚做看到安尼個，其實當到就係因為安尼食安尼問題，早就講伊下按多年，我有安癌症嘛，也很樣個個安尼병安尼個，所以我哋要想講落學到嘅，個兩種學到嘅，農會學到嘅，也上嘅課，用好嘅東西去種出安全嘅安尼豐作，讓大家安尼。食到空天，真健康安尼，對，啊唔可以講哦，我買多東西係安全也唔安全嘅，食到穩樣嘅冇安尼嘅，對啊，所以我哋從生產端我哋就想講種出先安全嘅東西，本社會就安尼嘅。真嘅，其實台灣嘅農民都實忙大變好，因為你台灣以農立國嘛，結果所以你台灣嘅農業技術當好嘅時節啦，大家就會一直進步。其實像苗栗呀，和七甲可能因為你算是算青農嘛，那現在苗栗的青農來講，大家種東西是不是都一樣，就是比較多元化發展，有點像休閒農業咩會來發展啊，還講咩青農朝這個無毒跟有機的部分，苗栗公館的情形差唔多係。像以下我哋農會啊，其實很積極地在輔導一啲農民。好，從5-6年前開始，從安尼資源部產銷履歷開始，其實很農民講盡量冇用農藥嘅，好，改到安尼吼，安尼無毒嘅吼，無做有機嘅安尼種法咧，嗰期一當只開課本，一啲農民去上，啊，我哋喺香港講，食安問題一下安尼嘅，一定一定要提上去，社會家長有辦法接受，啊，較老一批嘅我哋咪話盡量代表嚟講，一下唔真係。安尼東西當創業嘅，咩話等社會安尼嘅，吼，安尼問題來改變，種出來東西，咩較好接受出去。新的觀念，新的觀念，從一條青農啊，一下咩開始越來越多安尼青農安尼轉來嘅，除了一下，以前係七甲種本番的樹，但是一下安尼中盤商的那種，中盤商收購安尼，其實要當叫做安尼農民係最弱勢的，永遠是被剝削的。啊，但是一下。我們的觀念是，除了這個種大這個品牌，好，然後自己也可以網絡去行銷安尼個，一行可以結合休閒農業，結合安尼農事體驗、採果體驗也得，好，各位本新年的來教，阿爸沒有風險，佢又可以體驗，好，本伊安尼當好嘅安尼個休閒農業安尼個。嚇了你個下來體驗呢，安尼個區塊嘅部分安尼嘅。古數啊，苗栗咧豐作節啦，就會來開始了，起碼嘅時節。
也今年的逢座节吼，迄啲新历嘅7月22號、23號，也2年叫我主辦吼啲苗栗嘅改良廠，我舉辦安尼嘅逢座節。啊，這個吼，同時今年我有安尼逢座王評鑑比賽頒獎典禮安尼，頒獎典禮，嗰個我有邀請安尼採鐵嘅就農民，我沙灘嘅。來買食東西啊，搞呀，對，錯喎，不錯啊！歡迎大家7月22、23去到苗栗公館來了哦。今日謝謝邱大哥來到節目現場，好，大家謝謝。謝謝，沒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聽聽運動欣賞來做運動了。